今仔日有读册会，我有带领，就是讲绘本。原本教示是讲有台语的翻译的版本，讲起来就毋免准备，毋免家己翻译，会较好势。想袂到，迄个故事可能较复杂，而且我嘛无开足侪时间去准备。毋过因为爱讲，拜三，教囡仔读册用台语讲绘本，这 Clubhouse 爱带领大家，我就有开较侪时间去听去看，有去准备，有准备其实就是会有进步。虽然是替老师讲，就是甲我较好，私底下较好，而且是退休的老师。伊有甲我指点讲，有一寡音走去。我若讲讲一大篇无照台路篇来看时，就是会用以前的惯势来去发音，这音拢无啥正。毋过就是伫准备的过程会当有一寡进步，就是伫过程内底。结果咧，可能听的人足少，听的大家拢走去。毋过这结果其实无重要，重要的是讲，因为我为着要准备这，我有印象较深，而且会加捌一寡台语的词，嘛较有印象。这就是对我家己的帮赞，拢是一点一点靠练习，靠调整，互家己的台语较进步。就亲像讲，我即马身灵的思想，就是爱伫咧生活中一工一工安尼去思考，安尼去试看觅。若是讲今仔大家拢对我做好，拢无挑战，其实就变做讲道理拢知影，毋过无练看觅，毋知影家己真正讲拄着代志，会紧头脑转换去换一个想法，抑是讲受着即个自我、即个情绪的控制。迄真正爱练习，也无讲听足侪道理，毋过拢无练看觅。这就若亲像讲听足侪台语的课，毋过无家己讲看觅咧，无家己写台文写看觅咧，真正拢是是家己会晓，毋过无练，真正雄之间要写出来，要讲出来，较发现讲家己的音走去，家己写袂出来。这就若亲像讲爱用考试，互家己去看觅家己到底会晓袂晓，共款的道理。我即马嘛是伫做一寡练习，就若亲像讲较袂甲人比较。当然有人是台语练甲足好的，即马阁会当开始讲做老师去收钱收学费，也无就是有人较会经营，伊就知影讲啥物人是较有力的人士。伫网络上的两个互相相共相听斗帮赞，迄嘛是有即款人，即款人嘛是诚好，因为伊嘛是为着吹散咱的母语，只是讲
我就较无法度。我即马就是会家己学好，就足欢喜啊！无法度讲去想一寡讲要安怎经营。我若会当经营，有可能就是会加练习、加创作，累积一寡作品。毋过毋是讲想要紧讲收一寡钱，嘛毋是讲为着趁钱啊。毋过有人可能就是为着家己会愈来愈有名，愈来愈重要。这嘛是真好诶一个经营。毋是讲学台语、吹沙台语、讲台语就袂当安尼。只是讲这着甲我诶兴趣较袂合。若讲进前写小说、写册，有可能若讲我拄仔好写诶，逐个拢较喜意，拢较有兴趣，会较趣味。有可能我嘛想讲，我诶专长伫伊遮，嘛经营甲袂歹，就会开始想讲，无我就家己用一个网站，大家对我诶作品有兴趣诶，拢箍伫内底。爱讲发行啥物物件抑是讲会员制啊，有可能就会安尼。毋过即马就是台语我就是学甲较含办，就袂有即种有诶无诶诶想法，就较单纯啦，就单纯讲去练习，去看家己进步。较袂想讲要安怎找人来合作，要安怎去经营啊，做一个知名度啊，累积啥物经验，以后会当讲做一个事业，我是无安尼啦，我就是行诶路就是较平常诶路，较普通诶路。毋过安尼，若会使互家己把一寡道理，较快乐，袂讲定定有一种想要得到，搁惊失去诶心情，袂互家己心情起起落落诶话，安尼其实嘛袂歹啊。做人就是趁一个平静自在诶心情，安尼就好啊。今仔日就加知讲，阮翁就是毋知有精神无？等下我看者。今仔日就是有一寡，就开始会当接受家己就是学台语较含慢，而且就是做一寡代志，可能甲人袂比值，毋过拢真好，拢真好。每一个人本底就是讲，若拄仔好伊较专长，嘛较会当发挥，有可能伊诶方向就较无共款。像讲伫学台语诶科仔内底，有一名伊就较会教伫网络去经营，有伊诶步飘。而且伊嘛真正学甲足紧诶，伊嘛是啥物认证拢想要去考，若考过，搁想要考试，家己考甲真好，安尼就变做这就是别人会贵有诶，我就袂去欣赏讲，别人拢安尼做，我哪会即摆搁伫安怎？咱看起来真无效，有诶无诶。我就是有伫练习，就是别人是别人啊，我是我啊。若进步较慢嘛不要紧，我相信讲，袂有人讲
讲诚侪当拢去练习，会当练习的方式拢使用啊，结果佫讲较诚烂袂安尼，啊无你讲诚侪人谁袂晓讲话，啊嘛做侪讲台语的人伊嘛无伫学啥物台罗鼻音啊，毋就是讲久就会晓啊，就是有即个环境啊。若无即个环境，当然就是靠家己练习啊。即摆嘛较袂怨叹，讲哪会别人拢无爱配合啊？我甲别人讲台语，厝啊讲台语，结果别人拢要回我华语啊，有诶无诶？即摆都想开啊，若讲去依赖别人，安尼就是甲家己诶心情好歹，甲主导权交互别人，别人就变做家己诶主人啊。拢毋免，上好就莫倚靠别人。就若亲像讲，今仔日我伫 Clubhouse 带领即个单元嘛吼，若讲今仔拢无人，抑是讲足侪人，其实我拢无影响，就变做我是家己诶主人哦。我拢知影讲，我有进步，伫准备诶过程中，就袂去怨叹讲，哎呀，我今仔开遐济时间，结果嘛无人听，就袂安尼想啊。倒本底就是互家己有一个机会，会当讲看卖，练习看卖诶。阮练习即个目的有达成啊，就是较袂用心计较，用心计较诶话嘛是一件辛苦诶代志。过来就是今仔日甲隔壁诶同事去开讲，其实一开始有替人念过啊，讲恁两个拢伫开讲，替这主管念过一开始会紧张，阁想要开讲，毋过阁惊惊，变讲会紧甲头酸酸无爽快，因为身体会惊，毋过阁足想要开讲，即摆就会使接受接纳家己，就是讲，淡薄仔烦恼啦，会惊啦，想讲，会讲做甲伤超过。毋过，对我来讲，我就是讲，讲诶，想讲袂当，时间差不多啊，紧转来家己诶位置，毋过我会当接受接纳家己有即种惊惊，讲莫互人讲我伤超过。我嘛会当渐渐接纳讲，家己可能伫准备台文的物件，无论是作业，抑是讲Clubhouse，若轮到我要讲，我就爱准备，有可能伫我背后有同事行来行去，会看着我的音波。我一开始无法度接受讲家己哪会阁惊，阁想要加深，毋过阁想要准备。即种心情是足矛盾、足复杂的。会使我的胃酸着刺酸。即摆着会当接纳、接受家己有即种心情，就是想要加深一下，毋过阁想讲不要紧啦，就互人看现现啊，就真正就无啥物代志做，就有时阵就是做一寡毋是公司的代志，
互人看嘛不要紧，无遐严重，就是一半一半。我会当接受家己有即种想要偷偷仔做，哪会讲偷偷仔做会惊？毋过阁想讲，我应该嘛是爱好啊去练台语的物件。即种心情我会当接纳，就是做一个心路，加加少少，会惊，迄不要紧。莫讲我哪会家己惊，毋过阁认为会一个加深的家己是较好的员工，就是用好摆来判断家己，评价家己。我有渐甲伊放下，我就是知影讲，即马我就是做平凡的一个生路仔，有做一寡家己的代志，毋过阁嘛阁惊人知，毋过别人嘛有可能拢知影，只是想讲莫伤超过，有时阵会暗看一下，有时阵就刷刷去，互伊看现，就是我就是遐平凡的人，我接受家己的状况，认为家己安尼嘛是不要紧啦，嘛无足惨的，这就是豆豆仔无互家己做一个足极端，讲我一定爱安怎，若加深就加深甲足神的，嘛毋免安尼，嘛毋免讲拢莫惊啦，我就是做家己啦，做有安全感啦，我应该爱做有安全感，足自在，安尼较对，嘛毋免，这嘛无对甲毋对，莫用即种讲家己一直爱安怎表现较是对，无就毋对，拢无需要安尼。我着看家己就是做普通的一个人，就有即种心理，想讲要加深一个，有时阵讲无法度加深，不要紧啦，就互人看啦，无人甲我教训，无人找我来讲话，安尼拢不要紧，嘛毋免伤烦恼，一切就是安尼。看待家己的方式，就是莫用对错好甲歹，来去看家己。就是家己就是一个足普通的人啦，就是有时阵就是惊人看，毋过有时阵就真正讲，就是一个莫一直想讲，我若做安尼的代志是好，抑是毋好，我应该爱安怎做，较是对，拢毋免去想济，就是一切，莫互家己变甲足紧张，讲一定爱安怎做，拢莫安尼，放互自然，尽量就较轻松咧。着看着嘛刷刷去嘛不要紧，有时阵加深一下，讲嘛袂歹我嘛是会加少诶加深一下，安尼莫互人看讲你这样都伫看绘本啊，你因无看诶，就是伫写作业啦，拢就是这两种拢不要紧，毋免惊吓，
嘛毋免讲我有淡薄仔伫惊人看到，就是白当，拢毋免。甲隔壁同事去开讲诶时，有讲着一件代志，就是讲，咱有可能咱就是环境甲咱是一个对应对照诶关系。有可能咱以早诶啥物背景，咱即马大诶公司啊，大诶国家诶状况啊，边仔人互咱诶思想，使家己变做有安怎诶观念，这著是环境是镜，即个镜甲咱家己诶内心会互相影响。毋是讲以早安尼想着毋对，即马着对，抑是讲嘛无绝对对甲毋对，只是讲咱需要做诶，就是活伫即马，即马诶家己是上重要诶。毋免每工拢批评讲即马诶家己，即马诶家己哪会毋是台语上好诶状况啊？无就是讲，以早诶家己是偌尔啊受着尊重，偌尔啊重要，哪会即马家己爱竞争力甲以前有减足济？其实就是爱活伫当下，活伫即个时阵，活伫即马。即马我有拍拼一个目标，安尼有可能讲，若以早诶观念来看，以早无啥物讲台语足重要诶概念，若以早会想讲，阮若5冬以后诶家己，抑是10冬以后诶家己，会甲时间摕来去学啥物台语，会去缴学费去学台语，这哪有可能？这哪会做即种势头？因为以早诶家己无即种意识，无认为讲台语、学台语足重要。毋过，即摆家己就认为讲，这有值得家己来开一寡时间，找一寡机会，好好啊，甲台语练起来。嘛有可能伫未来有无共款的时间、空间，嘛有无共款的意识，有可能就若亲像讲以早，我着对同志的物件足有兴趣的，像电影啊，像啥物图像，抑是讲小说，迄时阵真正会去勤的去收集，看有啥物同志的文章的创作，拢看起来拢足生涩的，足爱收集的。毋过呢，20几冬以后的家己，这拢笑满开，着讲这甲咱是去看，拢感觉无啥物稀奇啊，家己嘛无去注重同志相关的物件，这就是咱的想法会改变，意识会改变，有可能甲咱的环境拄着的事件，佮有身躯边的人的意识拢有关系。若安尼，我就是活伫当下，若真正对同性恋的物件足有兴趣，阁会去收集。听着啥物有同志相关的歌
歌曲，就讲哇，这做爱珍惜，做爱听。讲哦，有即句对，即句就是伫讲同性恋啦，对啦，有即个意思啦。迄个时阵若安尼想，就诚好啊！迄是家己的意识，家己认为重要的，这就是活题即马即种概念。若即马认为讲若啥物物件是用台语讲的，啥物我看即种同志的作品啊，文学作品其实写甲袂歹，毋过呢，拢是用华语去创作的。毋过心内拢会想讲，若会当搁用一版台语版的，安尼毋是毋知有偌好，毋知有偌好咧。都有变做我若活伫即马，就是即马的想法是，重要的代志，是台语较重要。安尼嘛不要紧啊，就是这环境是会改变的。咱家己嘛是因为环境来，变做咱家己的思想，而且袂讲，逐工拢共款，会有无共款的变化。毋过咱拢是认为，即马咱若认为这重要的，就去做，莫去想讲20冬进前的家己做毋得的，搁惊讲即马家己咧学台语，会过冬以后会后悔无？讲家己无采时间，拢毋免去想这。若即马意识感觉足重要，就去做，就活伫即马。这就是咱的心，咱家己甲环境之间的关系，就是爱甲这关系保护好，莫定定讲去想过去，烦恼未来。对即马的状况，搁拢无去活伫即马。搁有第二件启示，就是隔壁同事讲的，就是莫去妄讲全世界拢对家己足满意的，无可能每一个人拢对家己足满意的，就是十喙九尻川。像讲这查某夜妇，即马就袂互我有困扰。伊对我若讲较无缘，伊有可能就是会找其他的人，讲爱去食饭啊，去创啥。毋过一定内底名单内底无有我即个人，因为伊就想讲甲我袂合，袂合我若就无需要讲有一个袂合的人出现，安尼就无遐自在。若对我来讲，我嘛当然不爱去啊。我当然就是甲时间摕来上课啊，学台语较重要，嘛无即个时间啊。我就变做讲，毋免去想讲，每一个人拢甲我足合，拢对我印象足好的，其实是无可能的。每一个人的想法拢无啥共款，立场啊、缘分啊，拄啊好去看着我的印象，有可能嘛是反映伊内心的欠缺。种种的有可能性，毋过无需要讲去求讲这个人哪会使我对伊遐好，无就是讲我就无甲伊得失着。
伊哪会使对我遐无缘，对我遐误解遐深，哪会使遐无欣赏我即个人？无需要去求这，因为求这着若亲像讲希望我若讲台语，外口的人嘛应我台语共款，这着是甲家己的快乐、家己的主权、家己的自在，拢交互别人，由别人去决定，这真毋值，真袂好。而且本底我着爱有一个心态，无可能每一人拢对我做满意的，拢做无意见的。其实毋免去追求这，颠倒有即个查甫夜陪的存在，会使互我讲我即个功课长地做，这是啥物意思咧？就是若亲像讲我伫咧上课上台文班的时，每礼拜拢有作业，毋过作业我着想讲，我还袂开始做，做一半，还佫伫咧做，我着即个查某夜妇着亲像我人生的功课共款。我知影我长地做，我缀做，还袂做了，毋过不要紧，我着若亲像讲我学台语，我知影讲有啥物事我音较有问题，无定定伫咧练习即个发音，也无就是讲即个音对我来讲较困难。我心内拢有一个名单，知影讲倒一个台语我较无熟，伊若走出来，我马上就会知。当然都需要靠练习，家练到拢较顺，有进步。若即个查甫夜妇对我来讲，即摆对我来讲，就是一个功课。我还袂做煞，毋过我知影讲，这功课还袂做。就毋免去想讲伊即个人有问题，也无就是讲我甲伊之间，其实毋免去想这，爱想的就是，这就是我的功课我的功课就是爱知影讲，无需要，我无需要每一人拢对我做满意，拢对我拢是呵乐，拢是认同的。我无需要这种物件，去追求这种物件，实在是足戆的。这就是我的功课。伊存在目的就是提醒我讲，我即个功课还袂做了，就若亲像讲，我若开喙讲台语，也无就是去轮着我去讲用台语讲故事，也无就我就会练习讲台语的时，我就会足清楚讲啥物音，我的发音就无遐水，无遐透彻。这就变做讲，我家己知影讲，需要进步的伫倒位，毋过会当透过家己的练习，毋过毋是讲爱求别人对我面色较好诶，今仔爱我靠别人变有自卑心，常常看着我的优点，我的欠点，拢变做讲无要伊、无怪伊，拢毋是安尼，拢是靠家己想讲，我无需要讲连即个查甫夜妇拢对我印象拢足好，这毋是我需要的物件。我好好理解家己需要的是啥，
无需要的是啥？毋是讲用自我头壳内底的观念，逐个拢追求讲人敬人爱，这是社会观念、主流的观念。毋过，我当然爱拍破即种物件。我需要知影的一寡道理、认识的道理，是我甲家己的关系。我用一寡智慧，互家己伫即人生当中，莫讲过仔拢是压力足大，拢是足强求，拢无法度放下。这毋是我要追求的。我想要追求的，就是会当加看互开，加较自在，拢足侪欢喜的代志。用我的思想、我观念的转变，互欢喜的代志愈来愈侪，互家己有信心。即个信心毋是讲今仔足侪人甲我学落的，若是安尼，今仔日若无人甲我学落，是甲我指正，我毋是着变艰苦啊。这就是甲家己的主导权交出来互别人。毋过若今仔日我的信心是家己互家己的，是家己透过智慧、透过练习，变甲对家己足有信心。就若亲像讲，虽讲目前台语无啥好，毋过我相信一件代志，我有一个信念，就是台语好甲无好毋是问题，有一天伊会变好。毋过关键就是我是毋是有开始去加强，开始去找一寡方式，开始去做。无若讲头壳内底一直想讲，我想要台语变好，毋过拢无采取行动。这种人足侪，就算一开始，因台语比我搁较好，毋过伊拢无采取啥物行动。毋过我虽然进步慢，毋过就是豆豆仔，就会行会到我想要达成的即个目标。因为讲我毋若是伫咧头壳内底去想去望，我阁有实际上有开始去做。做甲效率有好无好，这拢无重要。我对家己有信心，就是我有开始去练习，练久就是家己的。我爱相信即件代志，开始做久就家己的。若讲惊输、惊讲食亏，惊讲几冬以后会家己会铁笑家己，以早家己会惊讲，因为得到就有可能失去，惊得到失去即件代志，拢种种的原因，拢还袂开始做，还袂开始学台语、练台语，互家己鼓励家己，加看一寡台文的物件，台语白话字的物件，拢还袂开始。这当然甲我无共款。我即摆是开始啊，而且嘛是一个较正面的循环。我就知影讲，我一切都是练习，透过练习，我就学着物件。我无需要讲，别人想要足侪人
甲我看，甲我学落，甲我肯定。我上大诶一个点，就是我做烦恼别人，大多数诶人，就是看袂着我诶拍拼，看袂着我即马做甲偌尔啊认真。这是我做大诶一个问题，做需要别人看着。毋过安尼就变做讲，为着要互人看着，若今仔别人无看着，我就开始怨叹，就无法度讲，就是开始去做，莫去看东看西，莫去计算，莫去计较，用心计较。我就会减少即种，就靠靠去做，戆戆啊去做，莫去计算，计算东计算西，莫用一种会折算盘即种心态。我希望我是安尼诶人，我无希望我即马是讲，我要安怎学较有效率，我要甲啥物人，接触，我要甲安怎诶人接触，我诶进步空间较大。有一寡人就会无依无事啊，就毋免去想遐济。我无想要做即种会一直伫咧用心计较诶人。我想要趁诶是自在，阁有对家己有信心，而且会当用智慧去看破人生。若既然是安尼，我就是用我诶方式、我诶目标，豆豆仔去做，就无需要希望讲，哪会无人学咯？哪会阁有人讲我讲台语腔怪怪？我就需要练甲讲，有人安尼抗议，我拢感觉讲，迄是伊伫抗议，迄是伊诶代志，无法度影响我想要讲台语诶一个欲望。我若就是做爱讲，做想要找机会讲，无论别人讲啥，除非伊着用伊诶手甲我诶喙窒着，安尼我就可能较无法度。若无安尼，只是别人诶意见，只是别人好言去问东问西，问讲你诶腔哪会遐奇怪？你是毋是客人啊？你是毋是有诶无诶是福建人？这拢无法度阻挡我想要练习讲台语即种愿望，即种坚持，就是甲别人，莫去追求所有诶人，上多数诶人来认同，来介意我做人，认同我做人，拢无需要。我就是爱做我家己，我就是爱甲家己相挺，莫去找别人来看家己，别人不可靠，嘛毋免去甲家己主导权交互别人，就是安尼。